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哋今日嘅15分鐘全身流動放鬆瑜伽。首先揾一個舒服嘅盤腿坐姿，然之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，感受呼吸嘅流動，感受呢一刻淨係屬於你，只需要專注喺自己嘅呼吸就可以啦，冇其他嘢需要做嘅。可以嘅話，閉上眼睛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吸深啲，呼氣慢慢呼。而家可以慢慢張開你嘅眼睛，放鬆隻手擺喺膝頭哥嘅上面，將你嘅右邊耳仔輕輕咁樣沉向你嘅右邊膊頭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然之後轉邊，左邊耳仔沉向右邊嘅膊頭，眼睛可以微微向上望，感受下右邊頸側嘅放鬆，然後翻返嚟中間，我哋再做多次，右邊耳仔沉向右邊膊頭，吸氣，呼氣，翻返嚟中間，左邊耳仔沉向左邊膊頭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下身體嘅壓力得以釋放，然之後翻返嚟中間，我哋會坐喺度做個貓牛式。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，呼氣，背部拱起，下巴向內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，呼氣，眼睛望肚，吸氣，呼氣，然後翻返嚟中間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右手擺喺左邊膝頭哥，我哋做個扭腰嘅動作，左手擺喺身體嘅後面，吸氣，拉長個脊椎，呼氣，再擰多少少，眼睛可以望去後面嘅膊頭嘅方向。喺下一個吸氣，後面嘅手可以向頭頂方向伸延，我哋做個側身嘅伸展。吸氣，呼氣，眼睛盡量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。然之後我哋翻嚟中間做個英式手 Eagle Arm， 右手擺下面，左手擺喺右手嘅上面。吸氣，手踭微微再向上升多少少，呼氣，膊頭放鬆。吸氣，呼氣，感受個後背有打開嘅感覺。然之後放鬆你兩隻手，之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我哋再用另一邊，左手放喺右腳膝頭哥上面，右手擺身體嘅後方，地下嘅位置。吸氣，拉長個脊椎，呼氣，再擰多少少，眼睛可以望住後面膊頭嘅方向。吸氣，延長，呼氣，將後面隻手向頭頂嘅方向伸展，做一個側身嘅伸展，眼睛盡量向上望，打開個膊頭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之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我哋做一個英式手，跟住左手喺下面，右手喺上面，盡量手掌貼住手掌，如果唔係嘅話，手背貼手背都可以嘅。吸氣，手踭微微向上提，呼氣，肩膊放鬆，感受下自己個身體，感受下後背有打開嘅感覺，然之後慢慢放鬆，我哋會進入我哋嘅下九式。呢個係我哋今日第一次嘅 Downward Facing Dog， 咁所以呢，我哋可以俾左右交替咁樣踏下腳，伸延下個脊椎同放鬆下個 hamstring 先。然之後我哋而家停留幾個穩定嘅呼吸，吸氣，
呼氣。吸氣，感受自己脊椎延長。呼氣嘅時候，我哋將兩隻腳嘅腳踭指向左邊嘅方向，腳趾指向右邊，做一個側身嘅伸展。而之後翻返嚟中間，轉邊，兩隻腳嘅腳踭指向右邊，腳趾指向左邊。然之後翻返嚟中間，吸氣，右腳升起，屈曲膝頭哥，然之後向兩隻手嘅中間方向踏前，做我哋嘅 Warrior Two。手臂向兩側打開，眼睛望住前面手指嘅方向。然之後反戰士，前手向上伸展，身體輕輕向後側彎，保持下盤穩定。然之後前臂放喺大髀上面，上面一隻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拉長側腰。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我哋做個三角式，伸直前腳，身體向前伸展之後再向下沉，心口打開，盡量向上望，保持穩定。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我哋會做戰士一式 Warrior One， 後腳可以縮短同前腳嘅距離，再45度角指返去前面，扭返個盤骨向前面嘅方向，手向上打開，保持下盤穩定。然之後伸直前腳，身體向前彎，手可以放喺脊嘅上面或者小腿嘅上面，保持深吸氣，深呼氣。然之後準備做一個 side plank， 後腳向後踏一小步，膝頭擺喺地下，左手擺喺地下，右手向天花板方向提起 ，hold 住。然之後我哋做一個 supported side plank， 將前面嘅腳踏向後面伸直，右腳膝頭哥可以放喺地下，左手亦都放喺地下。右手可以做一個打圈嘅動作，放鬆下個膊頭，然之後轉方向，繼續畫圓圈。然之後兩隻手慢慢放喺脊嘅上面，兩隻膝頭哥都擺喺地下，再進入我哋嘅下九式。我哋會喺度停留3個呼吸。然之後我哋而家做左邊啦，左腳伸直，彎曲膝頭哥，然之後向脊嘅前方踏，手擺喺膊頭嘅高度，屈曲前腳 Warrior Two。喺下一個呼氣嘅時候，後面嘅手擺後面嘅腳上面，前面嘅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眼睛向上望，打開個膊頭同心口，前腳繼續屈曲，然之後前面嘅手放喺前面嘅大髀上面，後面嘅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做一個 extended side angle， 感受下你嘅側身有打開嘅感覺。然之後翻返嚟中間，伸直前腳，身體微微向前傾，再向下彎，打開個膊頭，望住上面嘅手指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我哋做個 Warrior One， 可以縮短兩隻腳嘅距離，然之後彎曲前腳，手向上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伸直前腳，然之後向下彎，做一個 Pyramid Pose， 感受下個 hamstring 有伸展嘅感覺，下腰亦都得以放鬆。吸氣，呼氣。然之後後腳向後踏一
小步，膝頭哥擺地下，右手放喺地下上面，左手向天花板方向提起。下一個呼氣，我哋會準備進入 side plank， 上面嘅手放喺地下，然之後前面嘅腳踏向後面伸直，右腳嘅膝頭哥擺地下，右手放喺地下，左手可以順時針方向打圈，再逆時針方向鬆下膊頭嘅肌肉。然之後右腳向前踏，左腳向前踏，吸氣上嚟，心口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，再吸氣，呼氣向前彎，手可以放喺地下，或者你有瑜伽磚可以放喺瑜伽磚，或者係擺喺你嘅膝頭哥上面都冇問題嘅。然後彎一隻腳，伸直一隻腳，鬆下個 hamstring。手指可以選擇十指緊扣喺背脊嘅後面，幫助打開個膊頭同舒緩返心口、膊頭、頸嘅壓力。然之後慢慢捲返個人上嚟，拆開隻手，鬆下隻腳。企喺隻嘅中間，然之後我哋會做個樹式 tree pose。首先右腳伸直擺喺地下，感受到佢好穩定嘅時候呢，左腳就會放喺右腳嘅內側，手可以合十擺喺心口嘅前面。吸氣，呼氣，揾一點唔會喐嘅嘢去 focus 住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放鬆，跟住我哋轉邊啦。跟住左腳擺喺地下，右腳擺喺左大髀嘅內側，手合十擺喺心口中間，眼睛向前面一點唔會喐嘅方向 focus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然之後慢慢放鬆對手同埋對腳，最後坐喺隻嘅中間。盤腿坐，吸氣，左腳打開，右腳擺喺左腳內側，然之後吸氣，手向上，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返嚟中間，後面嘅手擺身體後面嘅地下。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前，提起個盤骨同埋心口，然之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我哋會轉邊啦。今次右腳伸直，左腳彎曲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左手擺喺左腳嘅內側，右手盡量打開，心口嚟返向天花板嘅方向。慢慢翻返嚟中間，上面嘅手擺喺脊嘅上面，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打開個盤骨，打開個心口，呼氣，慢慢落返嚟，坐返喺個脊嘅中間，盤腿坐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。就手掌朝天，食指可以掂住拇指，眼睛合埋，慢慢回歸返自己嘅呼吸，慢慢合埋你嘅眼睛，吸氣，感受心口打開，呼氣，感受心口沉返落去，吸氣，呼氣，俾身體慢慢吸收返頭先嘅練習。而家可以慢慢張開你嘅眼睛，
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，再一次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擺眉心，再慢慢移落喉嚨，再慢慢移落去個心口。感謝自己今日願意停落嚟照顧自己嘅身體同內在。Namaste，多謝晒你今日嘅練習。